大家好，我是蘇州媳婦戴戴。今天呢是特意出來幫粉絲朋友買蜜餞和那個小蘿蔔頭的啊。家的生意呢真的是超級好，每次過來呢我都要排隊。现在是不管是本地外地的朋友啊，都非常喜歡吃他家的包子，我是強烈推薦給大家的。然後下一期呢，我和大家分享他家的玫瑰包裡面的餡兒是什麼樣子的，還有小蘿蔔頭的口感啊。包子買好了呢，然後我就來到了蜜字牌蜜餞店了啊。這家呢我之前分享過，也有很多的粉絲朋友吃了呢，都說他家的楊梅啊，還有話梅啊等等蜜餞都非常的好吃，都是正宗的蘇式口味的啊。他家门口这個進門處呢，就擺了滿滿的2大貨架的蜜餞，品種非常的多啊，價格呢也適中，所以它的口感呢都是比較地道的，而且比較純正的啊。像這一款蘇式話梅啊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這個呢叫鹽津橄欖，如果喜歡吃橄欖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試一下。然後他家還有3款這個麻餅，這一款呢是香橙麻餅，我是比較推薦的，也有很多粉絲朋友都買了給家裡面的老人吃的啊。這個呢是蘇式的肉鬆，帶一點點甜口的，口感比較的正宗。這個呢就是我和大家說到的粉絲朋友托我買的入職小蘿蔔頭啊，口感非常的好。我來多拿幾袋，我自己呢也正好要吃。然後這邊上呢有那個入職的大蒜頭，也是偏甜口感的啊。喜歡吃大蒜頭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試一下。然後這個是筍乾毛豆啊，也是比較有蘇式風味的。這個呢是奶油五香豆，我也比較喜歡吃，我婆婆也喜歡吃，每次呢我都會給她帶一帶。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，蘇州正宗的京津豆腐乾，還有素火腿也很好吃。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讚關注哦，我們下期再見。